这届灯会是有9千万人去看，官方是逐工车要300个工作人员负责摒扫。不少民众是讲，这回环境确实真清气，连便所都无歹味。环保人员摕夹仔伫灯会周边，哪顺哪捡涂骹的垃圾物仔。灯会现场内底嘛有人塞粪扫车沿路捡涂骹的粪扫。伫家己举办的台湾灯会，工作人员讲，假日的时阵天气好来参观灯会的人就多，粪扫嘛多。对环保人员来讲，时间愈到暗时，要摒粪扫会愈困难。粪扫较歹捡，有影要捡，人客人追着也无法度拾啊。那个饮料罐，还有那个麦当劳那个很多哦，部分人呢是唔敢白配啦，是分人泡拢会淡。除了会场的环境以外，今日伫灯会会场计共有900间的便所，拢有请人专门咧摒扫整理。家己县环保局就指出，为着要维持民众来台湾灯会的体验，逐工有将近300位的工作人员，毋但负责所有灯区的卫生甲环境，阁还来处理粪扫的分类甲回收。游客普遍感受到这摆灯会环境加舒适。路上也会看到很多环保的人员，就是随地捡拾烟蒂啊，或者是垃圾，所以整体逛起来非常的干净跟舒服。每一次去上的时候，我都发现他们卫生纸不仅补得很满，甚至连厕所都是香的。然后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惊艳。环保局表示，为灯会开放到单，一天上少拢有3栋以上的粪扫。若是假日天气好的时阵，爱处理的粪扫甚至就有10栋以上。不过民众黑白担粪扫的状况无济，这毋但减少工作人员的负担，嘛互灯会现场维持真好的环境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